唔知咧結咗婚幾十年之後咧，再影結婚相個感受係點咧？我未得，不過團體咧就安排咗百幾對50歲以上嘅夫婦再影婚紗相，俾年長嘅一輩重拾當年嘅歡欣。由蘇敬恒帶我哋睇睇。邊一個年齡只要着起婚紗禮服都係最靚嘅。百幾對51至到85歲嘅長者夫婦一齊影結婚相，除咗重溫當年結婚時候嘅喜悅，仲可以見到佢哋今日仍然係互相關懷扶持。81歲嘅黃秉基同埋78歲嘅董少芳結咗婚近60年，由相睇嘅時候嘅一見鍾情到同甘共苦養大10個仔女，當年冇機會影婚紗相，今日就好似時光倒流一樣。佢着你婚紗仲靚過我見佢嗰陣，美豔如昔，真㗎。能夠做到執子之手，與偕老並唔容易。即係佢個脾性咧就好溫柔嘅，我脾性係暴躁啲嘅，有陣時都要忍耐下、遷就下啦。即係有陣時都難免有發下脾氣㗎，但係咧就始終都係體諒。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活動向年輕一代展示婚姻嘅意義。無線電視記者蘇敬恒報導。